现在光线好是不是好一点？那个直播的界面应该，我觉得正常的，我开自动的，没开手动。可以白货吗？是的。就是用泥吧，那个衣服绿色的，哎，不是手上，不是取针，等会儿再进去。哪个？我还没进去，我刚刚到。可以进去吗？等一下，他跳了完了再进去吗？他说他8点40要走。哦，刚刚到几分钟，1、2分钟啊。我已经把吓死了。多看一会儿这个吧。走吧，进去吧。让他也过来。哪个？我叫他过来。哦，瞎的啊。哦。咋去取的？那我进去，我现在在这。
到外面稳的，有个人去办事儿去了，有可能。还要走8:40要走。今天晚上那个背景黑不黑啊？我补了一点那个，加了加一，它是自动的吧？嘛，哎，什么情况？没听见他说什么？那边要脱衣服了，太热了，漂了，一会儿就热了。有点夸张，他说的。我们玲玲来了，玲玲星期2才来了，星期1她开会，明天来不了。那个丽丽明天要来，明天星期1她要来，星期2我不知道来不来。不冷，现在温度在19度，18到19度。看一下啊，现在温度有可能是20度吧，17、18、19。别听，18度。18度，永贞也来了，什么时候来的？我没注意到的。看他们脸出去。
我们没来了，就是等一下再选，因为现在人没到齐，他那边赶到8:40要走。他上一次也是现的，上次我现在不是最后是剩下是白的嘛，记得了没有？我是兰德糊涂，抖音上发的那个兰德糊涂。好，兰德糊涂。对啊，我知道哪一次对啊。对，他说只能都要睡。有12、13个，谁不想啥？老师来不来？运气，我也不知道，我没问他。我没问他。问一下，你这个我没问他。问一下运气吧，你。对，永吉就不知道来不来，不知道有可能会来哦。下来这个甩一甩的，甩手，甩一甩的。要退一下，然后再前进，马上动作就快了。
太多人了。然后后面就是学的，第二圈就是开始学的。来2个，银座那么啊，去这儿3个，这永吉来的不知道。银座这个裙子也还是有点花绿绿的。倒退嘛，要前进，要倒退。大车都来比较晚，学这儿都到了。苏拉也来了吗？没有，不是。这是德国那边的2个，王清的老乡，以后不是徒弟吗？徒弟们还是老乡。下次看见不仅有劳动条件的我在韩国活动演出大义不在演出两点钟完了人爱学的嘛我这边嘛可上这边嘛的啦我也过在他了做出点我母的。
喜欢吃泡泡糖吗？喜欢吃泡泡糖，下次给你们买泡泡糖，真的。口香糖叫不了泡泡，口香糖太少了。这个是德国的。这种效果，你看我们拍的脸60条，不会学嘛？它的岩石，这个岩石的印度岩石。这个舞跳得好，拍一下。他有一些跳得非常好，有些拍他就不跳。哎，到齐了，刚刚是2个，现在他们3个都到了。掉了，掉了，掉了。哎呀，哎，这个掉了，掉了一个。又掉了嘛？它踩到脚了。它底下有粘性，那个粘到地下的，
站到地下了。就是吧？都是，这排都是。这个拖地下，这儿又掉一个，这儿也掉一个，都是。没有喽，应该没准备好，应该不够，还不够嘛。这2、3个不够了，还有4、5个，哇，还有这么多，不够啊，没准备的，4个不够，还有吗？该钱了，钱了，他们下次了。是不是？嘿嘿，这不是。起码准备30个、20个左右，25个左右。永吉没来嘛？我看啊，永吉没来，还有好多个？这不是？哦，对，还有呢。还有5个，应该是。还有2、3个。开学来了。那你做一个那个放光机。带到一个，2个。我是说怎么突然出来一个花友，游泳吗？7分钟，这首歌7分钟。晚上好。
晚上好，晚上好。腿部锅庄，腿部锅庄，还有一首歌是洛普锅庄，那个讲4分钟不到嘛，3分40多秒。这个7分钟，这个一般在3分多到4分钟，3分钟开始的。选择台。这边断了，马上过来了。袁局没来，今天没来。7分钟，这首歌是最好的。751 buff 都来了，瑶瑶没看到。Bouger
友送的啊，一个大爷送的，叫4个字的，叫什么？有点搞笑的名字，搞忘了，叫啥？反正不是那种有点带点有点贬义词的那种网名。他送过一次啊，上次送过一次。这2个啊，他们2个人，还差2个，看这。哦，差1个，差2个，徐峥在前面，丽丽明天才来，就差1个。
啤酒。炸西罗培，就2分钟左右。Nice， 这个动作我们不得很漂亮。扎西，这个也是我们喜欢的。看看扎西来的吧，扎西的。哎，扎西也出问题了，温度也出问题了，等一下。哎，现在好了，现在挺吵，休息一下了，我们说休息一下。你看嘛，插电没电了，是不是？手机插电，哎，插好了。这个手机不用管，手机要70%，这个相机30%。
好，搞完只拍了我那木娃的，旁边影座没拍。康夏群。现在这几天没有放那个不忘赖村了。掉了。
哇，全是梦幻。哎，开虚构嘛，拍他了，我拍了2个，拍了妮妮和不是，瑶瑶和那个17。现在17，雨涵谁？雨涵吗？哪儿？哦，对，在后面看到了，他从南充那边回来了。大洲好像是大洲。我没注意到，因为我刚刚单独用手机在拍他们2个。西装古装就是男的好看，试一下吧，来吧，试一下，看他能不能，没自己怕他怎么抛吧，就这样子吧，这样。哦，等一下，我想放。趴到上面了，好了，可以。他刚刚趴到那个东西上面了，趴到这上面了。拿去吧。即将出国，要放下一首啊，放那个新的那曲那个，有可能吧？我去拿个水。好，西装古装，哦，穿着那长红衣，这3分多钟。老师在外面拍啊。
朋友在前面，那个镜头它自动对焦，自动对焦就对着他们了，后面人就模糊了。主要这个，他今天没休息吧？是呀，对他挡住了。这小朋友他本来扎西往前面冲的，这西装裤装。他们在前面，我的相机自动追踪，他就追到前面小朋友。没有了吧？这个是展妹下去卡。啊，那跟我吧，好吧，这边我陪。走，你们去跳舞吗？好的。来，日出的地方，嘿嘿，好激动。这日出的地方，你妈等住的。3分40多，4分。过来。哎，走。刚刚拍了10多秒钟，还虚的。赞美下去看，这个后面拍才有意思，前面拍节奏比较慢。看他们3个的，后面动作是最好看的。3分钟哦，4分钟左右吧。407。
着哈，拿起开了这手，不都要你的，那天着的秋啊，那给我是愁呢。这曲桌儿好难得跳那么好。哎，刚刚要拍你就不拍了，就我看你跳多好了，刚刚拍了几秒钟，看到，要去冲过来了。太累了。休息一下，看看，看我们吧，我们都休息一次。他走了一起。妹妹拍了几秒钟，2-3秒钟就没有了。休息一会儿，换一下吧。啊？休息一会儿，我这边换一下吧。抱抱，休息一下嘛，我跳累了。现在几点钟？啊，9:21，9:20，还有10分钟，再跳个西藏国章就基本差不多了。后面的几个我都懵逼，昨天没。都是节奏很快的，他这个几首都是拿去那个连雷器的。都是影响嘛，他们都信佛的，信佛教的。叫啥也搞忘了这个名字。这个长军在大水那公
啥名字啊？叫什么名字啊？等会儿我给你发，我现在不知道。就每天你跳2-3天晚上了。啊，我是跳2见面对，昨天开始跳的，对，新的那个。很好，对。还有杨杏儿知道，我问下等会儿问杨杏儿。这个好的熟悉一下。杨杏刚刚喝的是什么名字？叫腊肠曲，还有一杯腊肠曲。这个腊肠。哦，腊肠曲。就是第二次，这个重新再放一次。腊肠曲，腊肠的扩装嘛，秦皇的秦，腊肠曲。昨天也放2次，今天放2次，叫什么水啊？喝水。我可以送礼物了。对，还有几分钟。这个跳完就没有了，就明天见了，明天 Monday。这有膜，哎呀，搞忘开趴了。
给一个红，没有喽，嘿嘿。他要找我啊，他找爸爸。嘿嘿，找我。那个给我就是，给我。他反正马上就收了嘛，正常了。挑一个吧，再放一个也可以嘛，还有几分钟。再放一曲嘛，到休息。再放一个叫。跳完了，收一下了。乱，还有正在一起跳一起。回家睡觉了。对不起，对不起。哦，刚刚准备放，他们动作快一点还可以跳一下。来，爸爸过来，宝宝，宝。点点赞啊！宝，啊，你好。好久没来了。哎，我要看你们好久没。小李。你刚回来啊？啊！我前2天在那边现在人少了很。我看人了都大家都喜欢热闹嘛。现在还是有油管是吧？对，还是在YouTube上面。把那个关掉。这个拍了65分钟。这边你看这个灯光什么都好。对，现在把那个灯关了都很亮。这个是国家打的吗？他自己接的。哦，自己接的。这个。哦，4个。这边4个嘛，这边1个，这边。他们自己接的。对啊，自己家里接的电，从那边拉过来的，从那边拉过来的。电蛮厉害的。对，他现在不用接灯了，也很亮啊。晚上收了之后也很亮啊。对啊，还可以。就只是说。在那边没看到人很少。现在只是把灯关了之后，你感觉有1-2分钟，你眼睛没适应。就是。灯了之后就觉得很亮，灯就收了是吧？对。他就把那个收了，因为他那边单独要给钱的嘛。对。他那个音响功率几千瓦那个，还有电那些，他一个电费开支好像1000多嘛。那还有点贵。对啊，因为他的功率在那儿摆了，就他一个这些灯那还亮的嘛，还几百瓦。那个晓得他们在康宁那边，他们在康宁跳，我在康宁拍。丹巴美人谷嘛，他那个永中也去了嘛。永中去了，那是去3米去。有。哎呀，康宁有。康宁那个他拍了很多。我才从康宁回来。他拍了很多。他在那儿上班，他路过的，他顺路啊。顺路啊。刷的时候。来泸州是吧？对。他去甘孜阿坝去的很多。对，回来之后的。他上班。但是氛围还是今晚的氛围是最好。真的现在场地大，现在那个罗马就跳不开，太小了。这个很多人。罗马一直都跳了好久了嘛。这边好那边最老的。太多了。游客啊，康宁请过了嘛？是他们带的，在了过江的里头。简直不好拍的。嘿嘿。他们那边不是个步行街对面那个有个广场嘛？就那个秦国广场嘛啊！你看把灯关了之后，慢慢你看觉得灯还可以，比较亮啊。丹巴还有一个东尼广场，那个很大的场地，那个也可以跳。就像你说的那种，他们总决赛的。他们跳锅庄都要把路都要封了不让走，嘎。这些地方不一样，这些大城市就不一样。我看他们待遇都不一样。我看他们复赛也跳得可以，跳了好多。这2个都我还没发完，超级。对，这拍这个是拍摄。主要是记完了。不存在那个，反正这个也跳的。只是记录一下，哎呀。他们是那个村子里面感觉像。就是巴黎镇，在那个山上那个图书馆站。加隆岛。在哪里啊？在丹巴吗？在丹巴美人谷。这些选手都跳得好。毕竟他们那儿。这个我没发，没人看的。你弄的长焦吗？我用手机拍的。哦，手机。这个一般那种你说出去耍的就拍个5零杠400，50杠400是成交最好的。哎，这儿拍给那个谁啊？哦，是那个吴江波，林英爱。啊？哎，林英爱。我们那个韩国人说的是叫林英爱。李艾不是在韩国很有名吗？他是明星嘛，还会超级。这里面粉丝好多都是超级喜欢那个吴江波。可以，谢谢，感谢他们。对，每天发那个全部是图片啊，那些都是永远支持吴江波。对吧？你的粉丝们看你这边去。好的，谢谢。妈妈，我又要了。
蹦吧蹦吧蹦吧哦，屁股颠的，把那个给你，这个抱回去了，抱回去了。还有那个唱平凡之路那个啥子乐队啊？跟你少数民族的乐队是这样。唱平凡之路那个。啊，平凡之路是汉出的吗？汉族的。平凡之路啊，平凡之路那个乐队叫啥子名字啊？我这个想不起了。没想不起来了。那个一下嘛。许巍，许巍不是许巍吧？许巍怎么可能那个吧？不可能的。这个。还有 AON 也唱了1376，然后1376就是扎西德勒嘛，扎西德勒嘎，扎西德勒的意思1376。成都丽影很长，我录了很长。是小人中马吗？不是的。哎，昨天有个人是在襄城的，襄城，然后他把和那个永吉郎拍照。还这儿拍没拍好久。太多了，都是统一的那种服装。像国装队的标配，国装队标配都是这种，都是这种。录得不错。对。他手机拍的嘛，现在这个人家升级啊。你这个就专业了。对，这个专业。有电了啊！没多少电了，12%的电了。举一个晚上很累吧？不累，这个有减负的那种。你昨天发生的是昨天吗？前天晚上吧。前天吗？嗯。你也在？我没看到，我在这边啊。啊，你没看到吗？没看到。我现在在视频看到你。没有，没看到。我不知道有啊。我不在，我没注意，没看到。我在那边，他们在那边打架，我知道。后面看了都没有了。哦，008那个嘛，我不知道。他们留言了，说什么008发视频。我下次看到了，没看完他们说。哦，删掉了吗？肯定，抖音平台应该也不会让那个打架那种视频哦。你那个是抖音的，还藏没有栏目的表演。今晚没看见你们。太多了。相当多。四川藏族今天占了一大半。担保的那些栏目去。就是王青那个嘛，王青以前那个排名还没出来。要把他喊过来。王青以前不是走了一个人？他们省了他在珠穆比赛里头的。珠穆就是选美比赛嘛。那挺好看。怎么关注您啊？您是什么平台？就 YouTube 的。啊 ？YouTube，世界第一大视频网站。用户都将近30亿左右。国内的加完都差远了。我们家把人全部想到都。民族的就是世界的。对。他们最近又换了一批歌曲了。对，要换，他们拉曲的，现在这个主要唱拉曲的。拉曲的后面的，一般后面4、5首都是。那个小灯配的。小灯呢？他是在亚江吗？没有，在这个。小灯就是比较温柔那种，他不会跳那种激烈的那种。他不是不跳，他不是不会跳，他是不跳。他就很自然的风格，很自然的。他教学教好多个。这个曲子都在跳，真的是快洗脑。